國際創新科技樞紐咧，呢個係8大中心之一，係國家訂立俾香港嘅一個方向。而我哋喺北部都會區亦好，喺現有2間醫學院大學同埋其他嘅醫療衛生學府亦好呢，已經有相當之唔錯嘅創新科技。嚟緊我哋係點樣將自己香港嘅創新，再配合國家嘅發展，同埋融合世界其他地區嘅創科，一齊再推上更高嘅台階。我哋要嘅係自己研發，同埋同內地一齊聯手研發。香港我哋有700幾萬人，如果喺生命科技研發方面，你要計病人數目唔算太多，但係如果整個大灣區加埋，我哋有8500萬嘅人口，即係多過一啲比較上中小型嘅國家或者中型國家嘅人口。而呢一個人口仲有一個特性呢，就係好多都係嚟自5湖4海，唔係淨係華南嘅人。即係話你研發組嘅數據呢，可以輻射個研究嘅數據嘅結果係有機會可以輻射到全國全亞洲。所以研發喺呢個大灣區做呢，係一個相當之大嘅優勢。另外，我哋點樣可以吸引咗國際嘅科研製藥公司嚟到香港呢？其實而家已經有初步幾間科研製藥嘅公司落戶香港，佢哋睇中嘅就係第一，我哋大灣區一個龐大嘅人口；第二就係香港我哋嘅普通法同埋我哋相對嘅司法獨立；第三，如果投資嚟講，我哋有簡單嘅稅制；第四係我哋有足夠嘅研究人員同埋創科人員，再加上就係我哋一直以嚟同世界接軌。我哋不論喺科研或者其他醫療衛生方面嘅水平呢，都係達到世界標準，都係世界所認可。所以呢啲正正就係我哋嘅優勢，必須要保持，必須要維持。政策推動加上大學同埋所有醫療人員共同創新呢，我相信呢個正正就係我哋香港發展成國際創科中心，而喺醫療發展方面嘅驅動。